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啊。嗱，咁最近有觀眾留言啦，咁啊提一提思思賢有一啲長者優惠嘅更新，咁同埋呢，有好多觀眾呢都留言啊，點樣先至可以報料俾思思賢知道啦。咁所以呢，呢條影片呢都提一提大家，如果要聯絡思思賢或者係提供一啲最新嘅資訊，可以點樣揾到佢啦。咁而另外都幫大家整理翻觀眾嘅留言啦，同埋一啲現時有效嘅長者優惠。好，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咁全港多個餐飲零售啦、消費娛樂場所亦都有推出長者優惠，包括例如係一啲免費啦，或者係優惠票價嘅遊樂設施啦、睇電影嘅優惠啦、超市9折優惠等等。咁等各位老友記同埋長者呢都可以盡情消費，咁就可以促進銀髮消費啦，帶動本港嘅經濟。咁詳細內容未開始之前，提一提大家。咁如果觀眾想報料俾思思賢知道呢，咁就可以透過電郵啦。咁留意熒光幕嘅電郵地址，另外亦都可以喺思思賢一啲影片入邊呢就留言。咁基本上大家嘅留言呢，思思賢都會睇到嘅。另外，如果有啲更加詳細嘅資料想提供，或者係想直接討論呢，咁大家呢都可以去思思賢個 IG 去 DM direct message 俾佢嘅。咁個 account 呢就係 CCYIN9394。好，咁開始影片嘅內容啦。咁有觀眾呢就報料，就係話呢見到 Fresh 新鮮生活分店呢，咁就會有一啲嘅優惠。咁就係全線 Fresh 新鮮生活分店啦，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嘅朝頭早8點至到11點之間呢，憑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呢，就會有9折優惠。咁只要呢喺 Fresh 新鮮生活專區嘅貨品用一個電子支付嘅方式去俾錢嘅話呢，咁就可以嘅。咁詳情呢，記住向翻負責嗰個攤位嘅店員查詢啦。咁當然啦，思思賢呢都見過 Taste 有聯成 Fresh 嘅呢一個新鮮生活專區嘅，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留意下。跟住啦，另外都有觀眾報料呢，就係惠康有同一個叫做善心連基金一同發起食咗飯未嘅一個愛心米庫嘅慈善行動，希望鼓勵更加多嘅人呢去關心社會，凝聚更加大嘅力量呢，為香港出一分力。咁善心連基金一直都有為老人院啦、無家者收容所啦、低收入家庭嘅支援中心等等嘅一啲機構嘅服務對象，就提供健康美味嘅飯餸。咁只要顧客每購買1公斤嘅任何御品皇嘅香米呢，咁惠康就會捐出5毫子就俾善心連基金。咁而另外就係每個月嘅第1日就會定義做呢一個計劃嘅愛心加倍日，捐款會加碼1倍，亦都即係顧客每購買1公斤嘅御品皇香米呢，咁惠康就會捐出1蚊。另外喺中國嘅傳統節日，惠康都會額外捐出食物去加餸嘅。到時呢，顧客購買指定嘅御品皇嘅食材，惠康呢亦都會用一個配對嘅形式捐出相同嘅產品，並且會將慈善米嘅捐款加倍，每出售1公斤嘅御品皇香米呢，就會捐出1蚊。另外啦，都有觀眾報料呢，原來呢本身長者呢就憑長者卡去到指定嘅大快活分店，係可以申請一個叫大快活嘅關愛卡。咁如果成功申請大快活嘅關愛卡呢，咁就喺有效期內，任何正價去惠顧大快活呢，咁每次嘅消費都會有港幣3蚊嘅現金優惠。咁有觀眾報料呢，就係其實呢一個快活關愛長者卡係可以網上填資料去網上申請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呢留意熒光幕嘅網址，就係一個網上嘅 application 啦，亦都即係網上申請嘅連結。咁另外，如果對於呢個計劃有查詢呢，都可以致電佢哋嘅電話28567217。好啦，嗱咁跟住呢，就提及翻唔同商戶嘅優惠內容啦。惠康方面呢，逢星期三憑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喺惠康門市購買自家品牌呢，就可以有9折優惠。另外，百佳超級市場、Taste 同埋 Fusion 憑長者卡逢星期三去購買超值牌、佳之選或者係金魚線嘅產品呢，即享9折優惠。另外 Marketplace 逢星期三憑長者卡、樂悠卡喺門市購買自家品牌都可以享有9折優惠。另外一田超市長者只要逢星期四喺全線嘅一田或者係每日一田購買油米麵嘅產品滿50蚊或者以上呢，就可以享有95折優惠。另外實惠啦，由即日起去到2025年嘅12月31號，逢星期四喺門市購買家品滿100蚊呢，就即享95折優惠。另外萬寧樂悠卡嘅持有人
喺星期二購買萬寧自家品牌啦嘅單件產品，即可享有85折優惠，當中有包括護膚品啦、家庭清潔用品同埋健康補充品等等。另外，屈臣氏會員喺星期三購買任何健康產品並且用樂悠卡去付款呢，即享95折優惠。另外，銀杏館佢有提供2蚊長者優惠啦，晚市期間喺油麻地、太古、油塘分店去使用樂悠卡，就可以用2蚊去換領指定嘅菜式一份。咁網上資料呢就有寫4月至到12月份嘅菜式呢，就係古法冰梅骨啦，同埋懷舊咖喱三寶。另外，油塘大本營嘅天台花園嘅分店仲會推出午市半自助餐嘅優惠，老友記可以用低至38蚊嘅優惠價呢，咁啊自款一款主菜啦，例如係鑊氣小炒、蒸飯同埋特色麵食等等，仲可以任食沙律、白飯、粥、湯，又或者係咖啡。供應時間就係每日嘅下晝1點至到3點。另外，蓮香樓長者喺早茶時段，朝頭早6點到朝頭早9點45分，惠顧蓮香樓啦。埋單嘅時候用有效嘅樂悠卡或者係長者卡呢，就可以享有2蚊茗茶同埋免收加一服務費。咁顧客需要喺9點45分之前完成埋單啦，同埋離座。另外，麥當勞方面，朝頭早11點之前憑長者卡惠顧單點正價麥當勞食品，一款滿港幣13蚊或者以上就可以免費獲贈脆薯餅一盒，又或者憑長者卡以正價惠顧凍熱港式奶茶一杯，就可以免費獲贈脆薯餅一個。另外，喺朝頭早11點之後憑長者卡惠顧單點正價食品一款滿港幣13蚊或者以上，即可免費獲贈麥咖啡嘅熱即磨黑咖啡，又或者係熱嘅即磨白咖啡啦，又或者係熱嘅港式奶茶，又或者係中汽水一杯，或者係中薯條一個。另外， KFC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惠顧食品淨值滿10蚊或者以上，就送熱嘅奶茶或者係熱嘅咖啡一杯。早上11點之後惠顧任何食品淨值滿20蚊或者以上呢，就送薯蓉一個。另外，Jollibee 快樂豐啦，長者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到Jollibee可以用16蚊享用蘑菇飯配熱飲，又或者係以27蚊呢就享用肉醬意粉配熱飲。另外，如果係朝頭早11點前呢，更加可以用17蚊享用3件 pancake 配熱飲。另外 PhD 薄餅博士啦，長者喺下午2點半至到5點半呢，可以喺佢哋下午茶時段憑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喺分店作任何消費，即可減3蚊。另外，一粥麵凡出示有效嘅長者卡或者係以長者八達通或者係樂悠卡付款，喺早市或者係茶市惠顧任何一粥麵套餐或者係單點主食，就可以獲贈茶啡熱飲一杯。另外，吉野家長者喺早市茶市嘅時段惠顧部分嘅吉野家產品滿30蚊，即可減3蚊。另外，譚仔三江米線長者喺下晝2點至6點之間惠顧1餸或者以上嘅譚仔三江米線，就即送熱飲一杯。另外，譚仔雲南米線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惠顧自選2餸或者以上嘅譚仔雲南米線，即可減8蚊。另外，惠顧限定米線就會送冷熱飲品一杯。另外，南記粉麵方面，年滿60歲嘅顧客喺南記粉麵出示正本嘅長者卡、樂悠卡或者係長者八達通購買任何粉麵，即可以獲得細豆漿或者係生菜半份。另外，大食袋凡惠顧任何正價食品滿60蚊或者以上，出示有效嘅樂悠卡同埋付款，即可享有9折優惠。呢個優惠適用於香港恒豐中心分店。另外，榮華餅家憑長者卡到榮華餅家購買標準價嘅貨品，即享9折優惠。另外，恒香老餅家凡於付款前出示長者卡，均可享有全單9折優惠。另外，聖安娜餅屋憑長者卡到聖安娜餅屋購買麵包西餅，即可享有95折優惠。另外，大班麵包西餅憑長者卡到大班西餅購買麵包，即享95折優惠。另外，美心西餅憑長者卡去購買任何麵包，即享95折優惠。另外，美心 Mamix 合資格嘅長者由即日到6月30號可以享有全日9折優惠，堂食外賣都適用。另外，海天堂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以現金購買，
海天堂嘅正價貨品滿100蚊，即可享有25蚊優惠。另外，鴻福堂由即日起去到2025年12月31號出示樂悠卡或者係長者卡或者係長者八達通到鴻福堂嘅全線分店，以正價購買指定產品，例如係自家湯、自家涼茶、健康茶、功效茶、龜苓膏、豆漿同埋甘露系列等等，可以享有8折優惠。另外 OK 便利店憑樂悠卡購買任何946ml 嘅牛奶產品，即減2蚊。另外購買任何 Circle K 嘅吐司或者係聖安娜家庭袋裝麵包，即減2蚊。另外 Pacific Coffee 出示有效長者卡，即可以享有餐飲9折優惠。另外茶木台式休閒餐廳憑樂悠卡或者長者卡全日喺全線分店為顧主食或者係套餐呢，就可以減3蚊。另外零食物語憑長者卡購買零食物語嘅正價貨品，即可享有9折優惠。另外 HKTV Mall 用長者卡喺門市登記成為 HKTV Mall 嘅長者會會員呢，就可以享有50蚊迎新網購嘅 coupon，同埋門市單價15蚊以上嘅產品每件減2蚊，以及滿50蚊即可以免運費到門市自取，或者係滿200蚊呢就可以免運費送到屋企。另外逢星期3嘅網購更可以享有95折嘅優惠。另外永安百貨憑樂悠卡逢星期1同星期2喺永安百貨指定嘅部門購買指定嘅貨品呢，可以享有額外95折嘅優惠。另外優品360由即日起去到2025年嘅12月31號，逢星期2凡出示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購買指定優品360嘅自家品牌，即可享有95折優惠。另外 Panasonic 凡出示長者卡喺 Panasonic 嘅陳列室同埋人氣電器店購買 Panasonic 嘅美腿按摩機，即可享有7折優惠。另外購買電子血壓計、收音機、四季寶、6pad FootFit 智能健機儀同埋 HandPulse 亦都享有75折優惠。另外購買電解水機、濾水器、浴室寶、廁板亦都可以享有85折優惠。另外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年滿65歲並持有長者卡嘅人士，可以專享香港移動嘅 Smart 爸媽月費計劃，每月只係需要58蚊嘅月費，就可以享有3GB 4.5G 嘅本地流動數據。另外友和方面，喺門市購物滿1000蚊或者以上，憑長者卡可以即減50蚊，每人只可以享有優惠1次。另外好棧方面，逢星期3到好棧出示長者卡買滿100蚊即減5蚊。另外可以以長者價3蚊去購買好棧嘅龜苓膏單個裝。另外快圖美長者卡嘅持有人到快圖美使用沖曬同埋數碼影像服務以及沖曬服務等等，即享9折優惠。另外 Newway 長者到 Newway可以有人頭費優惠，收費9折。另外香港迪士尼樂園樂悠卡嘅持有人可以以港幣100蚊購買香港迪士尼樂園嘅1日門票，並且可以以1178蚊就購買奇妙處處通嘅銀卡，又或者係2058蚊購買奇妙處處通嘅金卡。另外就係3748蚊就購買奇妙處處通嘅白金卡。另外香港海洋公園長者持有樂悠卡去購買海洋公園標準門票，只係需要100蚊，而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只要出示長者卡就可以免費入場。另外香港摩天輪憑長者卡就可以以10蚊嘅票價去購買香港摩天輪嘅門票。另外 M+ 博物館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可以以優惠價60蚊購買 M+ 博物館嘅標準門票，又或者係用300蚊成為全年會籍嘅 M+ 長者會員。另外故宮文化博物館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可以以30蚊購買故宮文化博物館嘅標準門票，又或者係以110蚊購買全館通行門票，以及75蚊就購買特別展覽嘅門票。另外昂坪360長者可以以105蚊購買昂坪360嘅標準車廂嘅單程車票，或者係以155蚊購買標準車廂嘅來回車票，又或者係以145蚊購買水晶車廂嘅單程車票啦。
235蚊購買水晶車廂嘅來回車票，如此類推啦。另外，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由即日起至到2025年嘅12月31號，長者卡持有人可以以港幣120蚊選購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嘅入場門票，最多2張。另外，濕地公園65歲以上嘅長者可以以15蚊購買濕地公園嘅單次入場票，亦都可以分別以50蚊以及25蚊就購買全年或者係半年年證。另外，嘉道理農場寄植物園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或者係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入場費用就係20蚊。另外，百老匯院線60歲或者以上長者可以以25蚊觀看百老匯院線嘅首場電影，而 Movie Pacific Place 同埋 IFC 首場優惠係35蚊。另外，英皇戲院方面，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可以用25蚊喺屯門新都廣場、尖沙咀 iSquare 同埋荃灣全新天地嘅英皇戲院享用首場優惠，又或者係以30蚊喺大圍維坊、將軍澳康城同埋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嘅英皇戲院去享用首場優惠啦，又或者係以35蚊喺銅鑼灣時代廣場、中環娛樂行、英皇戲院去享用首場優惠觀看電影。好啦，嗱咁一口氣呢，同大家介紹咗好多一啲長者嘅優惠啦。咁當中係需要係用到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嘅，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出門消費嘅時候就帶定長者卡啦、樂悠卡啦，咁同埋喺俾錢或者係購買物品嘅時候呢，向店員查詢有關長者優惠，咁就萬無一失啦。咁當然除此以外，唔同嘅支付平台啦、支付工具又或者係信用卡等等，可能都會有唔同類型嘅優惠或者係電子優惠券等等。咁詳情呢，大家都可以查看翻各自嘅電子支付平台啦，同埋相關工具。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咁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原來市面上已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商戶呢，就提供長者優惠。咁當然影片嘅狼呢，始終未能夠完全覆蓋晒所有嘅長者優惠。咁所以呢一度呢，CC然都提醒大家喺進行消費嘅時候呢，可以問翻商店啦，有冇提供長者優惠，咁就萬無一失啦。另外都歡迎觀眾繼續報料啦，無論喺留言或者係透過電郵啦、IGDM 啦，都可以提供資訊，讓CC然呢製作影片去通知其他觀眾有關大家嘅報料內容。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